命因你有意义，每个呼吸，你爱温暖我心，我想着你，湿了眼睛，我算是谁？你竟如此爱我，不能错过，怎能错过？热烈的爱向我袭来，爱如大水，我完全淹没，所有不堪融化在你爱中，不再怀疑，不再忧虑，对我的爱没有止境，爱能将所有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第2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庄凯安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上帝，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借着圣经共读来与主你亲近。我们相信我们是被爱的一群，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因为我们能够被主你的爱所吸引。求主你在新的早晨开启我们新的眼光，让我们有新的看见，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透过圣经共读来明白主你圣经当中话语的奥妙，将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力量。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从约翰福音昨天讲到耶稣遇见这行淫的妇人，被审问，要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却回答，地上写字，弯腰在地上写字，又回答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就先拿石头打他。那耶稣用指头写字呢？那就像是上帝呢，也是在石板上面写上十诫，那也是用指头写字。那要是要把上帝的话呢，不是刻在律法，不是要刻在石板上，而是要刻在心板上。相信对很多人来讲，耶稣的这样的举动呢，是让你的心中带来震撼。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接续在这个段落的后面。那因为昨天有提到说第8章的1到11节可能是后来加上去。那如果是从12节好，那来开始的话，好，那就会接续到前面耶稣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那的这个事件可能是在同一天所发生的。好，那我们就是来了解，那这是耶稣呢，他有7个我是。第一个我们已经看到在第6章，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今天在第8章，耶稣要继续说我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那我们请凯恩长老先带我们来读第8章的12节到20节。耶稣又对大家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会得着生命的光，绝不会在黑暗里走。法利赛人对他说：你在为自己作证，你的证言是无效的。耶稣说：即使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证言也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以人的标准来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任何人。即使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不是独自判断，而是那位差我来的父亲跟我一起判断。你们的法律书上记载着，有2个人见证相符，他们的见证就算有效。我为自己做见证，那位差我来的父亲也为我做见证。于是他们问：你的父亲在哪里？
耶稣回答：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亲。如果你们认识我，也就会认识我的父亲。这些话是耶稣在圣殿的库房里教导人的时候说的。当时没有人逮捕他，因为他的时刻还没有到。谢谢。那所以第12节呢，可能就是第8章的原来的第1节。好，那所以耶稣又对众人说呢，其实还是在节期的最后一天哦，那就是7章37节最隆重的那一天，可能是住棚节的第7天，或是第8天，因为住棚节是从安息日开始，也是从安息日结束。那耶稣在这里要讲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随他的不在黑暗里走。那这跟随的意思呢，就是尾随，那就是伴随，也就是指做耶稣的门徒。当耶稣的门徒呢，就要得着生命的光，不在黑暗里走。那住棚节呢，他们也会有在住棚节期间，都会在圣殿呢点亮4盏大油灯。那这4盏大油灯呢，就会照亮整个圣殿里面。那是这个用意呢，就是在出埃及记的13章。那整个就是耶稣神用白天的云柱夜间的火柱，来带领他们前面的路，让他们不走到黑暗中。那所以住棚节都是在回忆他们过去在旷野的生活，住在帐篷里的生活，那也包括回顾他们在云柱火柱当中。那所以耶稣宣告说他是世上的光，好，那就是如同住棚节当中的4盏灯台。好，那这灯台就在这个圣殿前面广场的四个角落。好，那这4个角落呢，就是使人可以看见光，来到神的面前。那耶稣呢，这个说话这段话的地点呢，是在库房，在库房当中。那这库房呢，就是收奉献的地方。在第20节的时候，会提到说这是在库房里面。那库房呢，它本身就是环绕着这个广场的女院，然后有13个，那让大家呢提醒大家要奉献，要奉献。那这个是在后面的时候那约翰说耶稣说的我是世上的光呢，就是跟从耶稣的不在黑暗里走。但是如果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特别是在圣殿当中的撒都该人呢，那他们对有些的撒都该人，虽然不见得是全部，但有些的撒都该人呢，对这个金钱的喜爱呢，却比超越对神的喜爱。那耶稣说是世上的光，法利赛人就质疑他，你自己说有什么用？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无效。那在摩西的律法民数记35章、申命记17章、19章都提到说，2个人以上的见证才是可靠的见证。但耶稣说他的重点不是2个人的见证，因为就算2个人见证，在第8章的1到11章的插曲呢，就是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见证来见证说这个妇人行淫。那所以见证呢不是要用来陷害别人，见证呢不是用来要论断别人、控告别人，见证是要来显出上帝的旨意。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那他把自己启示出来。那但是世人对他的回应呢说你说这不好，你说这个不应该，那可见世人呢没有 catch 到跟随到耶稣他所要宣告的重要的信息。但是耶稣还是不厌其烦的回应他们这样子的质疑。耶稣说我就算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法利赛人是用人的标准来判断，但耶稣说我不判断任何人，即便耶稣判断16节即便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正确，因为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与我一同判断。所以耶稣
说真金不怕火炼，好，他的见证不是靠别人来给他，他才有。好，有时候我们的自我形象就是这样，我们是通过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自己有价值、有意义。当没有人称赞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觉得没有人爱。那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呢，通通是操之在他人的手中。那耶稣他自己做见证说，他知道他是谁，他也知道他做什么。那他对自我的形象、对自我的价值、对自我的认同呢，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但是呢，耶稣不是他是一个自恋自大，或是说他是一个骄傲，因为有的人的确对自己有很高的自信，有很强烈的 ego， 但是耶稣的自信呢是来自于天父，所以他说不是我独自在判断，而是差我来的父与我一同判断。而且17节耶稣也说，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见证才算为真。那这个说你们的律法呢，显然就是耶稣特意不说摩西律法，是说你们的律法。所以耶稣不是在责怪摩西，而是在说你们把律法书上的话呢拿来扩大解释，或是把律法书上圣经呢拿来用自己的意思来解读，说要有两个人见证，他们的见证才有效。如果要的话呢，耶稣说他也搬出两个人，第一个就是我是为18节，我为自己做见证，第二位呢就是差我来的父亲为我做见证。所以耶稣呢要回答他们这个脑筋转不过来的问题。那事实上呢，两个人以上的见证才有效呢。好，在摩西的律法是说重要的刑事案件重要的刑事案件。好，那耶稣宣告他是世上的光呢，那这个应该是重要的案件，但不是刑事的案件。但是对犹太人他们来讲，他们为了要否认耶稣，所以就跟耶稣在法庭上用五权宪法这样子来辩论好，那就是在打法律战。那19节他们呢听到耶稣有两个人见证呢，他们不 care 耶稣的内容，只 care 哪两个人。好，你还有你爸，那你爸在哪里？19节，你父亲在哪里？耶稣回答：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认识我的父亲；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我的父亲。所以法利赛人说你爸在哪里呢？好，显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呢。好，他们要么就知道他是约瑟的儿子，好，那就问说那约瑟在哪？要么真的不知道约瑟他是约瑟的木匠的儿子。好，那对耶稣真的是不认识，更何况耶稣不仅是木匠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那这一个地方呢约翰就有记载说这些话呢，对话是在圣殿的银库房里教导人。那当时还没有人捉拿耶稣，所以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是在圣殿的广场，在库房，那是在投奉献的某个13个奉献箱的某一个角落某一个地方。那但是耶稣要重大的启示呢，是在第12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伴随耶稣呢？就是从第6章生命的粮，我们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要领受他的道，领受他的圣灵，领受他的生命。那所以门徒呢，伴随耶稣，跟随耶稣，不仅仅是像一个门徒，而是要以神的话当作每天的灵粮，生命之粮。那再请凯长带我们来读21节到30节。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走了，你们要寻找我，可是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犹太人的领袖就说：他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难道他要自杀吗？耶稣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所以我说，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如果你们不信我就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
他们就问：你到底是谁？耶稣回答：我从一开始就告诉过你们了。关于你们，有许多事我应当说，应当审判。但是当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我只是把从他那里听到的告诉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关于父亲的事，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当你们把人子举了起来，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自有永有的，并且知道我不凭着自己做什么，我只说父亲所教导我的。差遣我来的那一位跟我同在，他并没有撇下我，使我孤单，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欢的事。许多人听到耶稣这些话，就信了他。谢谢。那这些人对于耶稣这样的回答还来不及反应但是21节耶稣呢又自己揭露另外一个启示，但是同样是启示呢，对法利赛人来讲呢，他们没有办法 catch 到耶稣所要讲的重点。耶稣说：我要走了，你们要寻找我，可是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哦。那耶稣要走了呢？好，那这个走的意思就是离开，耶稣要离开。那从这个地方呢，耶稣提到他要离开，而其他人呢死在自己的罪中。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所以他们把耶稣这句话呢，22节犹太人就认为说，他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好，难道是他要去阴间吗？好，他要去死吗？好，就是去自杀吗？好，那所以犹太领袖呢对耶稣所要启示这件事情呢不能明白。但是我们事后呢，或是我们已经读过福音书的人，也看过这个在教会历史2000年的这么长的历史当中，知道耶稣这句话呢，就是指他要受难的这件事情，上十字架这件事情。那他要去的地方呢，的确是这些人不能去。耶稣不仅上十字架，他们不能去。那耶稣死了埋葬，降到阴间，他们也不能去。但是现在呢，他们都去了。还有耶稣复活升天到父的右边，那他们不能去。那但是犹太人呢，却不能够去跟随。那对照是第6章，耶稣在5饼2鱼神迹完之后，那耶稣去到哪，还是有很多人跟他去，那就是来伴随、来追随、来跟随。那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不太随便去追随、跟随、伴随人，他们都在耶路撒冷，主要都在耶路撒冷的地区，在圣殿的一带，那再借着教导圣经，借着教人读圣经，来提高自己的价值和地位。那他们也没有要跟耶稣去。耶稣知道他们的意思，那又对他们说你们是从地上来的，我是从天上来的。所以耶稣说第6章说他是天上的粮，第8章说他是世界的光。那这光呢，也是一开始第1章就有提到，那光是真光哦。那这光呢，也是从天而降，不是从地上而出，不是属于地上的光。那我是从天上来，你们属这世界，我不属这世界，所以我说你们将死在自己的罪中。那在自己的罪中呢，也是指说他们这个罪呢，不是犯的各样的罪是指说在21节你们要死在自己的罪中的罪是单数，但是呢23节说死在自己的罪中呢，这个罪变成复数。所以第一个说死在自己的罪中是因为同一个罪而死。那在23节死在自己的罪中呢，复数就是因为这个同一个罪而死呢，那所以更多的罪呢就死在自己的罪中。那换句话说，这个罪呢就是没有认识天父的心意，没有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21节死在自己的罪中的
一个唯一的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那后面呢，当世人犯了这个罪之后呢，各样的罪中，人就真的死在自己的罪中。所以这个耶稣告诉人说，我们会这些罪人死在自己的罪中呢，是因为24节的后面，不信我就是那位啊，我就是旧和本说我就是那位基督。好，那现在把后面那个基督都拿掉，原文没有这个基督，说你不信我就是那位，那甚至呢连那位也没有，说我就是，所以原文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上帝说我就是我，也就是我们说的我是I am who I am。那这个就是神自己的启示，所以耶稣揭露他是世界的光。那在24节这个地方，耶稣他再次启示他自己，我就是。所以我就是不需要人来见证，别人说我是谁，我才是谁，也不需要有第二个人来见证那我的身份，我的定义，而是当人认识神，明白，就如同神自己的宣告，我就是，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神的属神的子民，那我就是而不需要由别人来证实和明白。那25节这下呢，耶稣这些话呢，让他们更加的 confuse， 那头脑打结，他们就问你到底是谁？那耶稣也在对他们最后对他们说，我从起初就一开始就告诉你们，那关于你们有许多事我应当说，应当审判，但是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那所以耶稣的回答呢，你要知道我是谁。那耶稣说已经说过了，那他就说我就是我是，别人都可以，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个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都可以跟耶稣的几句对话当中就有这样的连结，说莫非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那许多人都为他做见证，安德烈那也去追随耶稣，这个拿但业也受到非利的影响来跟随耶稣，他们都见证耶稣就是那一位。但是呢，现在这些读圣经的法利赛人呢，反而越读越迷糊，越读呢越看不清楚，因为他们把是按着字义，按着经文的字句在解释解读圣经，却没有用祷告，却没有用圣灵来明白消化圣经。耶稣说他不仅重点是介绍他自己，重点是他还要讲论你们，还要审判你们。那差我来那位是真实，我从他那里所听见的就告诉世人。所以耶稣来的宣讲教导，因为他这一段住棚节就是他的兄弟要他去出名，但是耶稣他不愿意出名，但是他还是来耶路撒冷过住棚节。那他是为了教导，那教导是为了使人能够脱离将来罪的审判，不被定罪。那这些呢都是从父所来的事情，那他只是传达做父所交代他的事情，那就是叫人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27节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关于父亲的事情，所以耶稣说，当你们把人子举了起来，你们就会知道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和本说我就是基督，但也没有原文，就是我就是那一位，我是。所以举起人子不是说把耶稣抬起来，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这也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3章，耶稣跟尼哥德慕在对话的时候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好，那同样的事情就是十字架。29节，差我来的那一位，他没有撇下我，使我孤单，因为我始终做他所喜欢的事。好，那这是耶稣在十字架7言曾有一句拉玛撒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女，
我父，为什么离开我？好，那只是很短暂的瞬间，死亡好像使耶稣与天父都被隔绝了，但是呢，耶稣呢很快的就又回来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好，最后他也说成了。所以并没有任何的事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耶稣他一直所经历到的。所以当耶稣呢再一次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好，那这一段的讲论呢30节，有人就信了他，但是呢后面我们明天继续看，有人继续的反对他，不相信他，怀疑他。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呢，很宝贵，让我们看到耶稣自我启示，他是世界的光，然后呢，又2次的提到我就是。那我们读到约翰福音后面呢，发现当耶稣说我就是的时候呢，其实是带有 power 力量的。来捉拿他的人呢，听到耶稣说我就是，他们就倒退了好几步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有关今天的金句呢，是26节。关于你们，有许多事我应当说，应当审判，但是差我来的那一位是真实的，我只是把从他那里听到的告诉世人。那12节也是很棒的金句，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那耶稣在这里呢提到他的见证是真实的。那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学习，基督徒说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的话呢，不用一天到晚就抓，不用一天到晚发誓，一天到晚想要透过其他见证人来证明自己的话是真的。当我们只要遵照圣经所说的，那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学习读真理，说真理，听真理，说真理，行出真理。那我们的话呢，就会像耶稣一样，是就是话。当我们这样说，事就这样成了。今天我们如何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我们的见证是靠着嘴巴，这个3寸不烂的金舌，这样子说到人家相信，还是靠着我们的心态，我们真的相信，还有我们的行动来回应对神儿子的敬拜。好像昨天我们提到这个用香膏来膏抹耶稣的女人，或许是有罪的女人，但是呢她不用说话，她也没有开口，她就是用眼泪，用她的香膏来抹耶稣，就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如何来见证呢？最后我们的祈祷，耶稣你是世界的光，我们要伴随你，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也求主带领我们能够一生出黑暗入光明，得着这生命的光不仅有生命的粮，还有生命的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我这样的功课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相信明白就够，我们还要分享，还要为耶稣来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做见证，能够用各样的方式把人带到天父的面前，使人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许我们的口才很好，可以讲得让人明白听懂，求主使用我们的口才。或许我们的口才不佳，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出耶稣，或是向人来介绍耶稣，但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敬畏神，追随耶稣的心态，让别人可以看出我们是彼此相爱的门徒，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你的学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见证耶稣，求圣灵来指教，能够得时或不得时，都能够把这福音，把这好消息与人来分享。也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礼拜6一天，我们所要做的各样的事项，还有我们所出入的地方，也都能够有主同在，让我们行在光明中，不在黑暗中，让我们都能够做神光明的儿女。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感恩长老，谢谢大家。谢谢长老，谢谢牧师。对我
谢谢老师。谢谢。爱能将所有永不能变可能。我知道我值得深深被爱，不再怀疑，不再犹豫。